乡亲同胞飞，大家来上飞。大家好，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大家好，我是客家小王子永斌。哦，又见面了哦，又见面了，哎呦，同好哦，一礼拜，哎，用个请假呢，请假哦，刚讲今晡日的安尼个表演的节目啊，吼，我听安尼制作人讲，有那个唱歌的啦、跳舞啦，连武术全部都来哦，真的就是游遍全台湾才找到这三个游遍全台湾是不是？哦，有人安尼乡亲朋友、观众朋友看到安尼节目，係所以喜歡，所以打電話來報名。哦，哎呀，因为哈，一集我们就是有3个表演，哦，这个就已经很精彩，再加上美丽的主持人，这个就是为节目添加的分数。那一定的。我刚刚有欧罗你啊，你要。哎呦，俺们最初的位样，因为俺们系安尼竞赛节目嘛，对不对？当然嘛有安尼请厉害的请站队的评审欣赏啊，哈。嘿，家家分享 TV 厉害的评审欣赏嘞。客家山歌团艺术总监李建明先生，京剧歌后赖以口先生，副琴班先生陈春林先生。分享3位请站队的欣赏哦。哎呀，你好棒啊！你家家来看体组的表演。参赛者表演体由评审判分数，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系讲得到满分是50点，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Oh woman, don't you treat me so mean. You're the meanest old woman I've ever seen. I guess if you say so, I'd have to pack my ba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do you say?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Oh woman, don't you treat me this way. 'Cause I'll be back on my feet someday. Guess if you said so, I'd have to pack my things and go.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do you say?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That's right,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What do you say?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Hit the road, Jac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Oh, baby.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Give me a break.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You can't be serious. 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送上鼓励，分享2位小朋友。邻姐姐邻家姑娘，哎，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桃园市钟乐琪，新民嘅小4年生嘅小朋友林찬。那姐姐呢？恰嘛个？我是桃园市钟乐琪新民嘅小6年生嘅林雪。跳都跳的什么个舞啊？街舞。恰舞。恰舞。是吗？恰舞。街舞啊。对不对？街舞嘛，对不对？哦，你们学多久啊？6年。6年。同时一起学的吗？哦。因为想要好一个街舞嘞。
怎么会想要跳舞？看到电视节目就觉得说动作跟那个舞姿都觉得很漂亮。哦，还有穿的衣服，对不对？对。我想要请教一下，请问一下，嘿，想要请问什么？就是他们刚刚在转圈的时候啊，2个人一起转，嘿，就有一句话想要问他们，嘿，你们这里洗一次车多少？你这样子问就很没有礼貌了，好不好？我们要请一位非常专业、对舞蹈颇有研究的小康老师来回答一下。他们刚刚跳的是，拉丁里面国际标准舞拉丁里面的街舞。學2年的係嗎？2年。6年。五種舞科都會嗎？都會嗎？如果老師隨便來一個節奏，你們都會嗎？試看看好吧，老師。掌聲鼓勵一下。好棒哦！没有彩排的，你呀，超猛，马上来即兴的，对不对？真的很厉害，很厉害。金曲歌后，这个你有办法斗吗？斗得如何？他斗呢，被动用版，真的非常懂厉害。他们还没有行盲跳舞之前哦，对，吃到哦会讲，结果音乐一下，非常的超耳，对，自信，然后。就算中间有一点点一些咧2-3年没的共用的 tempo 底杯，但是他们还是互相看着彼此那个笑容，姐妹嘛，那种她的互伴嘛，就是让我觉得很佩服。哦，妹妹会唱国语，唔会唱国语冇？会冇？会，下一阵再来唱好冇？好，边跳边唱可不可以？我看应该比较不可以，因为刚刚跳完就已经很喘了。好，跳斗牛唱歌呀。嘿，接下來看演2位嘅分數要得到滿分麼？老師搶分分。今年嘅寒門舞集得到幾多分數咧？賴老師，你按太慢，來那個刀切我。接下來看演2位嘅分數要得到滿分麼？老師搶分分。看你嘅2姊妹做得到幾多？喲，陳老師14分15。不要這樣子好不好？頒獎。來呀，恭喜哦！那姐姐跟你們一起拿哦。謝謝你們2位。得到紅包一大包。我哋看下來看，嗨，組位表演。大家好，我係陳凱琪。風風嘅花，成就長野嘅熱情。這嘅花一推表愛嘅身影，記憶風大有童話嘅心伴你，希望伴你的愛嘅女性，點到做當嘅蠟燭。嘅火光，留你走到暗用清楚。那條紅嘅酒碗，就像下好一束凝成歌，歡歡喜喜美樂，炎涼沙場。一首歌，年年嘅故
重要嘅係錯在時間嘅變差，要原諒3年。风风嘅花，成就衝野嘅熱情；拍攝嘅花，一推表愛嘅信念。記憶放大，如同花嘅心伴你，希望伴你啲愛嘅內心。一個年年嘅故事，甜甜嘅情，苦苦嘅蜜，經過幽怨，留下嘅你，花開花恰營養不離，一束歌，年年嘅故事。情，苦苦嘅蜜，經過幽怨，留下嘅你，花開花恰營養不離。人生嘅前後已經冇乜概念。重要嘅係錯在時間嘅變差，要原諒3年。希望大家支持。好，欢迎小妹妹，今日來參加。海君姐姐好，永斌哥哥好。應該是改變茶吼，啊青豔哦吼。係啊。初啊都發連又再轉過來了，台灣一族來的哦哈。你怎麼都沒有回答我？請問。啊，你也聽不懂？啊，你也聽不懂？聽不懂。你聽不懂客家話？聽不懂。啊，你剛剛唱的是什麼語言？客家歌啊。對呀。啊，他剛剛歌唱呢，然後結合了那個一小小段的，大概2小節的那個默劇。你再跳一次，你再跳一次給我們的。是這樣嗎？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哦，要扭它嘞。哦。然後呢，最後的那個是什麼？親親嗎？哦。有沒有人想要回答？可以得到一杯水。哦，我幫他回答，因為他沒有麥克風，他要把他的香吻真誠的送出去給大家，是這個意思嗎？對不對？好，好棒，有巧思的呢哈。這杯水再麻煩你，待會再送下去給那一位得獎者哈。記得要上吸管，好嗎？好。哎，談貢品吶。好啊，好啊，好啊。安慰聰嘅阿妹。談看那個陳先生來貢品一下。哎，陳老師。各位看到了細阿妹。按年紀還按強，唱嘅歌嘅節拍啦，就都立到清準啦，嗬。立到清準。所以個嗬，本地客家鄉村嘅聲音咧，喺特色有辦法講，唱技人員突出來唱歌嘅嗬，將來喺客家鄉村嘅聲音會遷到來做歌神。啊，謝謝啊。謝謝。從小立志當職業歌手。以後你想當歌手？真的。真的哈。真的。我希望你美夢成真。好 ，OK。接下來看，你嘅評審欣賞，本你嘅小朋友得到幾多嘅分數？哎，請給分。17，陳老師又是15分啊，一致通過。頒獎。因為哈，因為唱歌也可以按哦，你唱歌又要打節拍，然後又要背歌詞，又要演默劇。好，那個兩小節的默劇，真的很困難哦，很棒，繼續加油哦，那我們一起來看下一組嘅表演。
广东会死。你们啦。慢你公发，慢你公发，谁讲话？谁代表讲话？老师吗？老师。老师比较温柔，去，赶快 ，OK 的，老师 OK 的，去。老师你好。先来拜个码头。好，大家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好。是你好。主持人好，裁判团好。表演完应该不会伤人吧？不会。那本宫便是放心。太有情路。哎呦，这个气势真的吓死人哦。是你哦。成立多久？唐贡黑你南14年的时间。大概6年左右。6年。对。就是这一票同学。这一票对，然后他们平均大概学也大概都有6年左右。6年。哦。对。几岁开始就可以练了？我们其实最小大概3岁半就开始上。3岁哦。对。我们那这个弟弟他3岁，小班就进来了。哦哟，练那么久了。刚成立就进来了哈。那你的感想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很困难？好，谢谢。他比较害羞一点。你应该练比较久，对不对？那个大师兄来。对，那种大师兄吗？对。我想要请问你一句话，你对这3位评审老师有什么意见？没有。刚刚打那一套拳是什么拳？是那一套是螳螂手。螳螂手算是武功类的一种吗？对，其实因为我们是寒门5级功夫学院，然后我们成立的一个就是在文化部底下成立的一个表演团、艺术团队。那我们曾经也在前2年都有做一些演出，售票演出。对。那你们可以取一个那个团名比较简单。韩吉来了。你怎么把我们馆长的小时候的绰号讲出来？真的。韩吉来了，是不是？对，然后他像这一种5级啊，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台湾传统的民俗，像阵头？对，应该是说就是联谊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联名。应该是说武术它本来就师鼓舞就是一家，是，所以以前练武术的人，他可能也会师也会鼓。所以我们也会有舞狮的活动这样子。那因为这样一直在偷瞄，你是那个几岁了？妹妹她现在5年级。我们到5年级啊。哦。你呢？老师本身会吗？我本身也是跟着官场一起有练一些。哦。你想默默的这样飘回去，对不对？没关系，你可以大方的往后退。我们等下来听讲评，好不好？好，听就可以老师讲评，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老师讲评哈。吕老师。哇，这个寒门5系哈，表现得阳刚之美了哈。展现得非常好。最重要是看他们每个在舞台上，他的一举手一投足，他的精气神都有到。练武就是这个又修身又修心嘛哈。对。那当然，刚刚说大家会怕，事实上他们主要就是要防身啊，但主要的他还是要健身作用的。好，加油！谢谢你们。老师哪一天家里需要保镖的时候，也可以洽询一下。对没问题。有这项服务的啊。是啊，天发留一下哈。哎呀呀，可见评审老师真的是吓到了。有受惊到了，嘛给受惊到，观众朋友看到应该蛮吓到的吧，对不对？没有想到来向前头路飞，竟然这种武功武术也可以拿出来表演，是太棒了，可以本太给他大开眼界一下啦。好，请讲哦。冇错。有时间要结束嘅。冇啦，还蛮困分数啦。还唔想困分数哈。我2天懂。我还想说怎么还没有谈。好啦，不是还要看吗？还是要看分数哦，将那个评审欣赏，本那个寒门5级得到几多分数嘞？是赖老师，你按太慢，来那个刀借我。我们都不敢靠近了，你还按那么慢，我想说要按快一点，赶快。吓到我手都软了，麻掉哦。我心里一开始，我们的金曲歌后容易手麻。一开始就是给你们满分，真的，真给某篇老师。一致通过了。我觉得这个练武术不只要强身，也可以防身。哦，这个很棒。也欢迎大家多多来学习报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艺术。对。真紧哦。
真嘅我嚟結束嘅哦。冇錯。哎呀，電視機前面咧觀眾朋友啊，能看到啊，還有興趣嘅話，夾打電話來報名哈。冇錯，今天咩辛苦嘅呢個評審欣賞。辛苦今天嘅所有表演嘅長水仔。冇錯，所以呢，鄉親同到位，大家來相聚，下次見。謝謝。夾大天包哦。謝謝。